大家看，这是国外一个小伙自己制作的全自动生活装置。从人体生理与健康科学角度审视，这种全程代劳的模式引发显著担忧。最大风险在于功能适用性退化，人体肌肉骨骼系统依赖日常活动。维持肌力、骨密度、关节灵活性及神经协调能力，长期替代这些基础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核心肌群萎缩、运动协调功能下降、加速骨量流失，并潜在影响心血管适应性。自主神经系统的健康同样依赖于昼夜节律下的活动与休息循环，完全被动化的唤醒与状态转换，可能干扰内源性生物钟调节。此外，被动的喂养剥夺了咀嚼过程对消化腺的刺激，影响食物初消化与饱腹感信号传递，可能不利于消化代谢健康。行为神经科学也指出，主动参与日常活动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与执行控制能力至关重要。因此，科学评价此类装置的要点在于精准定位应用场景，其技术优势对存在严重肢体障碍或特定神经系统疾病的用户具有变革性意义，能极大提升生活独立性与尊严。吞咽辅助设计尤其降低了吸入性肺炎风险，